大家嘛绕境明仔就会到新港洪天宫。不过因为即阵疫情当咧拖，洪天宫对乡客遮大拢有新的规定，入庙拜拜嘛要事先申请。旧历3月12日，大家嘛绕境，就要来到嘉义新港。嘉义县政府新港乡公所甲新港洪天宫即站共同确认乡客大甲食的防疫规定。我们的住宿只提供有向新港奉天宫登记的团队，而且必须打满3剂疫苗，取得3 OK 卡，才得以进入校园住宿。那学校总共开放了18间教室，含我们的体育馆。那总共约计大概有380位我们的香客会进来学校住宿。饮食的东西，我们希望不能够边走边吃。那所有的水果，我们用塑胶袋，那一袋一袋装好，让大家能够减少直接吃可能脱口罩，那防这个传染病的风险。那大甲食有规定，洪天宫表示，除了实验制量体温，即个配合防疫规定，民众也是乡客要入来庙内底，拢需要事先申请登记。要入去庙，一定要注3剂，3剂咱来摕黄卡，去登记，登记了开始有，再发一张互你，这拢有名伫咧，几号拢有名。虽然县政府甲洪天宫拢有要求相关的防疫规定，但是伫庙埕外口也是有发现一寡工作人员虽然无挂好势。嘉义县卫生局表示，针对这个情况会来劝导，洪天宫嘛呼吁信众要配合防疫规定，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